喂，大家好啊！咁呢一集咧就係講殺印。咁殺印咧其實就係等於刺符啦。咁啊喺台灣咧就好多人叫法刺。其實殺印咧喺東南亞嚟講咧已經係非常非常普及。咁啊好多人咧，尤其是我哋鄰近地區啦，我哋內地人啦，好多都會去做一個刺符嘅，尤其是喺背脊附近嗰啲位。咁啊，我身上面都有幾個嘅。有啲人試過做完一個刺符之後咧，佢個運程咧真係受到呢樣嘢改變。其實個原理係好簡單，就係如果你喺做刺符嗰一刻做殺印嘅時候，你嘅心態係最堅定，對呢一個宗教係最有決心去投入呢個信仰嘅時候咧，佢一定會俾嗰啲好嘢你先嘅。俾嗰啲好嘢咩意思咧？你個人嘅際遇、你嘅運勢點都會有一個明顯嘅改變。有啲人接受咗一個刺符之後，佢嘅運氣冇改變，又或者係佢好咗一陣之後又得翻落去，其實好簡單，因為佢個慈悲心已經冇咗。咁我都明嘅，因為有時一個慈悲心，譬如話盡量每日都做啲善事啦，每日做唔到就每個禮拜，每個禮拜做唔到就每個月啦。慢慢咧個人會唔記得咗，因為其實大家都需要去揾食啦，都要過日子啦，咁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緊我哋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你突然間醒覺，啊，我應該要做翻多少少善行喎，做翻多少少善事喎。咁呢個符咒咧，呢個刺符咧，個影響力又會翻嚟啦。陣間睇嗰條片咧，大家會見到話佢會叉電啊，個力量嚟自邊度啊？其實佢全部有解釋晒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有一個非常出名嘅老師啦，就係阿贊魯啊。你有冇諗過點解泰國咁多人身上都有紋身？唔止一個，唔止兩個，有啲人甚至成個身都紋滿晒。咁樣令我好有興趣，想了解多啲。我發現原來呢啲紋身叫做 Sakyam。今集我哋會一齊了解下咩係 Sakyam，Sakyam 背後有咩力量，仲有點解咁多人會紋 Sakyam。喺泰國紋呢啲靈性紋身或者叫做 Sakyam，傳統上有咩意義呢？即使而家科學同科技喺我哋生活入邊嘅重要，依然有好多人相信呢種古老而神聖嘅保護、祝福同啟蒙藝術。我哋見到有啲 Sakyam 嘅徒弟嘅 White Crew， 即係慶祝師傅嘅日子會入神。阿贊魯就係喺成個刺符嘅歷史上邊，阿贊魯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一個師傅。其實係因為佢幫咗 Angelina Jolie 做刺符之後，刺符法刺喺國際上嘅層面咧，多人睇到佢將一啲本來屬於好舊啊，或者好多人已經放棄咗嘅嘢咧，重新將佢帶咗上去國際舞台。喺成個宗教文化裏邊咧，佢絕對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人。咁當然啦，佢而家亦都係仲喺泰國啦，佢仍然係有幫人做刺符啦。個地位啊，各樣那樣啊，都係非常之崇高嘅。係一個 AI 嘅廣東話翻譯啦，所以有時嗰啲譯音咧係咩咩地嘅，譬如殺印佢又讀咗第二個音啊咁樣嗰啲，咁但係大家明個意思就得㗎啦。咁啊，記得睇下。好似佢哋俾自己紋身入邊嘅力控制住嘅。Sakyam有咩力量可以帶嚟好運同埋刀槍不入嘅保護？首先，我哋一齊了解下 Sakyam 嘅目的。Sakyam其實喺百幾年前已經同暴力有關。打仗嗰陣時，我哋喺戰士會紋上保護性嘅 Sakyam 紋身，令佢哋唔會受傷，嚇親敵人。Sakyam就係冇開始嘅。而家 Sakyam 嘅目的已經唔同嘅，唔同以前打仗嗰陣，淨係保護你免受身體傷害。依家嘅人追求嘅係幸福、財富、健康，仲希望 Sakyam 可以幫佢哋變成更好嘅人。Ajanu 出身平凡，直到1993年 Angelina Jolie 揾藏紋第一個 Sakyam， 佢先一炮而紅，紅到國際。阿簡魯自細就有靈性天賦，對 Sakyam 嘅興趣都係出於本能，會用呢種能力去幫人過更好嘅生活。Angelina Jolie 喺揾我嗰陣，其實佢已經研究過 Sakyam 嘅傳統啦，亦都知道自己想要啲咩。佢想要歷屆入邊最好嘅嘢，所以我就根據佛祖嘅生日，幫佢紋咗一個最好嘅紋身。5條線嘅 Sakyam 可以帶嚟保護、健康、好運同埋一切正面嘅嘢。
我明白。我想問下呢，通常冇揾你紋 Sakyam 嘅人，佢哋背後係有啲咩原因嘅？你嘅原則係冇咗，一定要係好人。如果有啲人以前做過壞事，但係今日想改過自身呢，佢又會點？佢哋可唔可以直接問 Sakyam？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Sakyam。以前如果個學生或者弟子本身唔係好人啦，佢一聞嘅 Sakyam 之後，就一定要開始行善啦。如果唔係，所有紋身帶嚟嘅祝福同埋力量都唔會發揮效用。紋咗喺佢身上冇咗好有力量，好似佛誕一樣。所以佢哋一定要孝順父母、愛國、做個好人，佢先可以得到 Sakyam 最大嘅好處。如果個學生淨係走咗去，唔去實踐做個好人，如果弟子唔去實踐做個好人，Sakyam 嘅力量就會消失，佢需要再充電。Sakyam 嘅力量喺邊度？祝福又喺邊度啦？ Sakyam 嘅力量同祝福係嚟自我嘅心嘅，係我哋信念，我哋祝福賦予 Sakyam 力量。力量唔係嚟自弟子或者學生，係冇自我嘅修行。我同學生嘅關係就係我將力量傳俾佢哋，重點唔係喺我身上，因為要令傳承可以留低，佢哋要尊重佛祖、父母，仲要做個好人。根據我哋阿贊 U 師傅嘅施恩日慶典觀察到，學生會佢向佢哋嘅 Sakyam 師傅致敬，希望可以為紋身充電同埋更多嘅祝福。要留意，接受紋身嘅人會被稱為學生，因為呢件事唔係一場生意交易，係佢哋對師傅嘅信仰。喺 Waiku 儀式入邊，據講入神狀態可以淨化佢哋感受嘅 Sakyam 誓言之後犯咗罪。